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讲到东港啊，大家马上面都讲，有几道好吃的海产，乌托罗，甚至讲老年的阳光之点。除了因为，东港是我们吃落嘅名嘅，还是我们屏东重要嘅好把名嘅哦。按到东港海，一条东港海流过几道嘅乡镇，客庄、河路中都有孕育几道丰富嘅生态，同我们屏东菜地最老嘅环保沙屯。一条河坝同一个沙屯之间有两版的故事，一条河坝有两版的重要性呢。今本日我们特别邀请菜地守护一条河坝最久时间的台湾蓝色东港海保育协会理事长郑周强郑大哥来同大家授介哦。马上来分享我们郑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周强，我是屏东的埔的。欢迎郑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直播哟！哇，等一下都来听郑大哥来讲故事。不过睇下讲到真实的故事之前，我想请教郑大哥一下，我们每摆都讲河坝嘛，不过一条东港海，头都讲嘅，其实东港海哦，迄海唔係河坝，都係用辦法我們嘅河坝河同海呢？其實其實全世界每一個規定講一定要按某個河還是某個海。那其實台灣來講，有啲個奇妙嘅現象，如講我哋對一個濁水溪以北來講，幾種嘅河浜我哋全部都講河，譬如講淡水河、基隆河。其實濁水溪底下往南部行到東部，全部都講海。嗰時喺這台灣一啲個特別的一點。分类了哈，但是事實上，可以全世界包括我哋講咧，長江黃河，還是講哪個溪，其實冇一個明確定義講到底要用哪個名稱。但是如果他個人很習慣以後，都用人哋名稱去稱呼佢。原來係嗰個太陽嘅來分講，我哋中部以上咧可能都係河中部以下都係海岸嘅嘛。係啦，我哋從嗰片海東港海，我哋已經講咗咧，馬上講嗰片河東港河，其實有失敗冇關係咧，就不適合就錯嘅啦。不適合。鄭大哥頭有講到嘛，長期自家同那個東港海有個社團長期關注菜地東港海嘅咧生態環境嘅變化。對你自家來講，也係菜地人，你有萬世都看東港海都睇嘛？萬世你自家對東港海印象同更加印象有兩版嘅冇共樣啊？好，其實頭到主持人嚟講，其實喺東港海看到係睇啦。你已經咩個路？那另外你講萬世其實我哋歸依賴一個東港海，因為我哋萬世時間其實阿爸阿媽愛去做事，講教嘅還是講講學嘅，攞我哋嘅時間嘅。嗰時我哋根本就去河壩嘅了。那我哋過去河壩嘅了時，其實假裝看唔到。另外你講我哋會妒忌，但是我哋所有安尼問題全部都係一條河壩成條解決嘅。比如講我哋過去其實妒忌嘅時間，我哋冇地對於河壩當中，如果漂下來有甘蔗，呢個時間附近全部都提倡種甘蔗田。喺我哋講有時會產下來番薯嘅。嗰時有個東西我哋先人都會飲嚟食。可以現場食都食，希望用煮過鹽過我哋都去。即係以前貨嚟唔講，嗰時如果係會帶5個度嘅鹹啊，有就過去碌下架菜。嗰時對我哋萬世嚟講，一條河壩其實本來能夠多我哋講東星蛋白質嘅來源。另外你講又嗰度佢簽嘅事情，其實個河壩就不會發生。哇！安尼聽講咧，一條河壩其實就像我哋更加平常共用嘅，某個東西我都可以定期特別留意下、潛一下。甚至講其實係我哋更加講嘅公園一種遊樂場所，係咪？有無聊嘅時間去嗰啲抽水嘅啦，去搞釣魚嘅嗰度。不過更加我哋自家印象像我哋後生人看，唔單止喺東港海啦，青島台灣嘅河壩親像係水橋嘅。頭到真係講我哋講嘅東港海。根本人人都無法度好想象講，一條河壩啦，以前可以按嚟去搞，某個時間人哋台灣嘅河壩係轉變安態啊，從人可以下去搞，人哋嘅時間都唔對，總係有一種轉變啊。好，有啲講因為過去台灣係人哋講以農立國嘛，嗰時嗰時台灣佢重視農業發展，嗰時有個河壩嘅水變成佢直接係人哋農業生產用嘅水，嗰時大家用乜照顧好來？
但是下來台灣嘅發展開始從事工業。嗰時候從事工業嚟講，我哋嗰度都市嗰度鄉下嘅鄉城咧，就會都市容易發展嘅。一個農業其實整個嘅農村已經係講走下坡。嗰時候一個農業嘅生產，一個水源嚟講，大家已經開始唔去重視。嗰時候有個河壩變成嚟講，要加上嗰度農業。還是講另外嘅，其實我哋講嘅畜牧，養殖業入來一個整個河壩城嚇。嗰時候整個西部嚟講，其實污染更嚴重啊，因為加上我哋黑的時間人口更多。那麼一個污染嘅個水，我哋目前經過處理，都直接排喺河壩去。那麼也係地方片嘅一件事情嚇。嗰時候今日我哋看到整個西部平原嘅一個河壩，大部分都已經到中度污染，甚至於這個嚴重污染的程度嘅啦。嗰時候同以前嘅嗰種我哋原始時節看一條河壩嘅生態環境嚟講，已經有天大嘅差別啦。如果講隨着人口啦，嚇喺我哋沙皮嘅變化吼，嗰河壩嘅水吼對米下開始越來越嚴重，可能到頭其他嘅源頭應該係清強嘅吧？也係當然吼，嗰時候有個部分係見緊我哋整個西部平原對我哋嚟講，對我哋社會嚟講，我哋可以重視都講，係咪可以對源頭都可以去做改好嘅管理，對源頭開始都搶，安尼到下邊嚟講，如果到主流嚟講，也整個嘅乜嘅河壩都會變得個搶些。按我哋第一棟，上班我哋要同生態局係要。搶下來去留了嘅東江海，我哋努力講，東江一條東江海，其他嘅出海口係東江嘛，其他嘅沿條佢流到對面到頭，佢可以流到哪啲鄉鎮，其他嘅頭又到哪啦？好，東江海係我哋講嘅中央幹嘅河壩嘅之一。那一條河壩相對嚟講，對中央嚟講，對整個嘅一條貢獻嚟講，雖然貢獻嚟講，其實係個重要嘅。過去其實我哋為了本地嘅人去認識一個河壩，我哋會用行路嘅方式，行幾條河壩嗬。嗰陣我哋會對有個單講個源頭，都講有個河壩用喺形成咧。譬如講我哋喺行到太湖嘅一個神鄉，對太湖嘅神鄉咧開始慢慢地考慮，你講要整個東江係有25條嘅支流。那麼我哋都用對單講嘅源頭開始行得嚟，我哋本地嘅人看到講佢。但講嘅源頭其實人本係佢強嘅，但是我哋行嘅一夜半夜地行得到面嘅時節，行得到出海口嘅時節，我哋發現整個河壩已經變得可以惡咗嘅。有個時間發生乜嘅事情，有個污染嘅程度係用得來嘅，其實我本地嘅人對本地嘅人了解啦。你真係講我哋第一講佢對頭到面其實千重一態嘛，有個東江海，佢流過那啲鄉鎮，地背又用辦貼起嘅生態環境，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嘛。好，其實有個東江海其實個貼片，如果嚟講對天然頭嚟講係原住民喺個地方，嚟講咧目前係排灣族，在下來以後呢係嚟講咧客家人。就有個平埔族喺啲地方，嗰度有個地方包括有個尼泊嘅灣民，再繼續下去都講我哋客家人，嗰純粹客家人住喺啲地方，竹田啦、潮州啦，再下游下來嘅時候都蠶蛋啊、灣蛋，一直到出海口東江、新入，嗰啲總共加起來有13個鄉鎮，但是看原住民那個部落模算的話，其實整個的長度還有44公里。嗰度有44公里，對人講源頭都有個出海口，其實過去嘅生態地帶應該講係個精彩嘅一啲我哋講人文嘅一啲發展嘅個重要嘅地方。係啊，安尼談風咧，其實真精彩，馬上都想要嚟去行一陣咧。像上班安尼行，可以看得到人哋客莊、河洛莊，甚至講原住民有個精彩文化，甚至講順後河壩順後，我哋看到青島無窮嘅生態，包括釣嘅啦，魚嘅嗰度也青島咧，安尼真係講。頭都有講到，其實東江海以前係清江好似因為污染的變化，將變到更加安尼嘛。不過剛才有講到講，有個生態環境的變化係同人採地有個沙特台灣南側東江海保育協會嘅成立有關係嘅。到底有個東江海同人協會有乜嘅關係呢？好，其實整個我哋協會嘅成立
我哋當時同內政府成長係1997年，但是一個成長之前其實我哋已經有運作嘅經驗。那一個經驗點解其實我哋經歷過嗰度一個風暴事件，當然其中喺佢重要都講，大家有看到一個東江海其實悄悄變惡咗嘅，嗰時候我哋當時佢重要都講，我用一個東江海嚟比恢復到以前佢強嘅時代。那麼中間經歷嗰度比如講南塘快速道路嘅開通，嗰度事件啊好。那佢重要部分都講，有啲朋友看到一個東江海邊啦，然後咗以後，我哋開始發起成立一個沙灘。嗰時候我哋希望講，一個協會可以對一條河壩有做啲佢正面嘅貢獻。嗰時候講，前面嗰度我哋一些南浦啦，關心環保嘅朋友，當然又嗰度我哋客家嘅子弟有嗰度好朋友嚟叫我哋聽書成立一個協會。哦，原來係因為安尼，為了守護嗰條東江海，一個最初嘅初衷，將來成立一個東江海保育協會。唔過聽鄭太公頭頭安尼分享，其實你能關注一個沙灘，因為係咧環保嘅沙灘嘛，佢唔單止關注係人哋東江海，還有其他議題係唔係安尼？當然但是因為我有整個過程點解，其實我哋企喺20兩年點解我哋做過嗰度事情。太多人就同樣嚟講，嗰條河壩到底槍還是惡咗？同埋而家成法冇乜個出入嘅關係，冇用其他嘅水嚇，個重要咯喎，冇人冇用嘅水，因為過去我哋睇緊認為去河壩拿水，但係而家唔係，睇緊原來用天處理嘅，嗰時候變成一講一個東西冇有冇見嘅，嗰時候我哋開始要在改變講，咁喺安尼嘅方，我本睇緊人要安尼嘅觀念，我哋要同香港合作，第一就小朋友。去認識一條河壩嘅生態，比如講，那一灘我有一個米奇釣，企喺處嘅成分，我有一個魚狗翠鳥，企喺處嘅做釣，那我哋利用我哋嘅方式同先人嚟講講，對那個河灘看到某個釣位，看到某個魚啊，都對一個河段一個污染程度很強啊，嗰時候我哋用我哋嘅方式，但是呢，經過我哋很多人嘅努力，其實個主要問題還係污染。我哋還看到講，最大的污染源係影響東江海一個水質的問題。嗰時候我哋要對一個地方開始，可以做我哋冇用嘅一個保育嘅一個工作。嗰時候很多人其實我哋也參加有看到講，設計咧一啲成果，其他時嚟可以展現出來。嘿，觀眾朋友，聽到一片啊，大家有問到講，即係有了解講，即係綠卡附近嘅河壩也係生態冇呢？有關東江海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鄭太公同其他協會共下來守護一個東江海，按長嘅時間以來啊，已經有一定嘅成果，今日用辦去運作，達成一個成果呢，繼續來請教鄭太公咯。鄭太公，睇你也團守護東江海嘅過程之中啊，你用辦去運作一個守護嘅過程，你有用辦嘅成果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嘛？好。其實過去我哋係對沙田出發，對沙田人士咧開始做一個宣導。那其實我哋感覺到一個作用嗰種唔係講幾好。後來我哋都同一個學校嘅合作，嗰度前面有小朋友，帶你關心這個綠卡生態學校嘅生態嗰條河壩嘅，到底發生乜嘅事情，還是講與不平嘅，不乜嘅平。那另外都講學校嘅線上，我哋地方上嗰度環境教育嘅問題，包括喺各機關去進行做推廣，主持人之前我哋去參加，去行幾條河壩嘅。那麼其實做咗更加我哋要感覺到講，你嗰種項目嗰好嘅嘢嘅影響力，因為整個台灣嘅進步，其實我哋感覺到，他嗰啲已經開始佢漠視這個係一個生態環境嘅。嗰時候我哋去研究去發現講，到底而家有東江海最大的污染源替太危險係乜個事情？那結果呢？能夠我哋整個25條河壩支流地帶，其實有一半以上，有一半以上，其實佢仲有一個污染源係來自於養殖，從一個畜牧一個廢水排出來。那針對一個問題呢，我哋問到講，咁一個問題很容易處理。
那当然，我哋可不有做一啲一個淨水一個處理，但是我哋因為講，安尼沒辦法，你一個支流安多，一個水泥皮以後，一個淨水的功能絕對會有不太影響。哦，嗰種我哋可以思考講，我點樣去突破一個問題，從一個污染源嘅再去減少，再去降低。安尼頭都有講到嘅淨水過程係感覺先有興趣，到底一個淨水真係講可以講個詳細啊？淨水係用乜嘢淨水？好，其實以河壩這個本身有啲自淨的能力。如果一個污染源入嚟以後，喺度講以冇超過一個我哋講嘅一個平衡點，其實河壩這個有啲自淨的能力，以為其他處理係。佢係流通嘅嘛？係流通嘅，但是你一個污染源係貼太超過一個我哋講嘅臨界點嘅時陣，都唔好吐嘅。嗰時候如果變咗成講，比如講一個地表嘅水質地表嘅氨氮貼過，嗰時候氨氮貼過以後，河壩可以生發啲一條生物，其實大部分都唔好吐嘅。加上頭都講係啲化學因素嘅偏化，另外都講嗰個天災影響我哋整個河壩嘅一個物理性狀嘅改變。等如果影響到整個一個河壩嘅生態，變成惡性循環以後，又會有比如講每年呢，叫做冬天入到我哋講嘅春夏天，嘅時節冬天開始，比如講個寒源，一跳到夏天嘅時候，一天嘅時候，一整個嘅地泥又會反響起來。另外都講對一個熱天，入到一個冬天嘅時候，同樣一年差唔多會有2倍，會有按你地泥整個反起來嘅一個機會出現。那麼等到人哋翻下來嘅時間，翻起來嘅時間，整個河壩不管用嘅就會失敗，開始就會失敗。嗰時候我哋都想講，咁樣嘅問題很容易處理。嗰時候我哋開始接受嗰度意見，那麼我哋即係去行動去做嗰度事情。不過我哋因為講替代嘅一個動力係來自於沙氣設計本身有人嘅需求，強整設計有人嘅需求。我記得你就講，我哋過去做地方有一啲鄉鎮，你都感覺到佢哋過去從來冇寫看東江行一件事情一樣，佢哋過去做嗰項一條，佢哋睇緊嗰二塊有嘅成塊嘅河壩，真係嗰惡咗嘅，一出到境界，10個人明日從一打開來就批到做市民。屏東嘅明星呢？係，我哋講嗰鄉村的味道，但是沒辦法，嗰時候也係當天人發現以後來請我哋，講這一個事情應用以後土做改善咯。所以我哋過去我哋用改土嘅方式，睇緊人因為講，按人哋排出來絕對都唔錯嘛。嗰時候我哋買一團睇緊人講，嗰人哋排出來唔錯嘅，我哋用公權力去執行嘛。我哋等到人哋用公權力執行嘅時候，雙方面其實3方面啦某一方面得到好處，得到利益，完全唔同。所以我哋都想講，按你冇辦法，但是因為採天然有個重視，嗰時候我哋其他地方我哋策略經改變。那麼對我哋頭都講，體育部都講，聯合沙企嘅人，我哋嚟做一件事情。比如講沙企人開始批到米市嘅時候，都可以同人講。都同環保局講，但是我哋都定，等到環保局嘅稽查人員到現場以後，那個米線可能冇，已經排喺度，排喺度有全部都得萬人排嘅，錯㗎。嗰時候一件事就都按嚟見惡性循環，其實當天有地，又係萬人排嘅，那喺地萬人排嘅唔要用咯，你全部數樣嘅，嗰時候對於一個污染者嚟講，還是我哋採天然嚟講。還是環保稽查人員嚟講，睇緊要疲於奔命，睇緊要改善。嗰時候天氣部我哋都想講，看你問題很容易處理咯。好，我哋講，看我哋去現場，尋到一個污染嘅製造業，比如講而係養殖業，還是而係畜牧業都講，咁我哋唔好同一個污濁水排出來。唔同人講唔多得有某個困難。如果政府有本實批有申請按怎麼個唔係用，唔怎麼個按嚟排出來，唔同人講，可能有乜嘅困難，或者嚟向下嚟存天數嚟解決一個問題，也喺我哋天意鋪，感覺到
佢種好過油哦。伊唔係嚟佢排斥我哋，伊哋講喺我哋喺是解決問題嘅人，唔係講去專門去檢舉嘅人。那麼殺氣嘅人呢又開始，我去接到講，伊有咩嘅傳說，伊咩一啲對台灣嘅經濟嘅貢獻。咁啊，他個牧師主要講，佢主要安何說台灣嘅主要安何說。我說，他個人咪係講，又係我哋喺即係從資嚟講，那唔係辦法。又係第二步，第三步我哋都做講，佢既然有個東西一定會排出來，因為只要政府規定，伊做第三級嘅時間，伊本來都可以排放標準，都可以排出來。但係我哋因為講係對源頭開始冇被排出來，但是一冇被排出來，當然係咯。第三步我哋都情況，萬一有我哋祖師廟咩？搞嚟神像，我哋攞嚟去配對，比如講一個畜牧戶，有個祖師廟，可以本賣年，附近嘅農民，需要以中嘅有個田區去做飼料，做水肥，好，嗰種又喺我哋第三步。那整個操作嚟講，其實淺淺嘅我哋要對於喺屏東要做咗2條河壩，一件多應該嚟講一件唔該搶啊！呢啲都人哋講嘅神秘嘅少輪河，另外都人哋更加係去做嘅有個東江海嘅資料，有個假平海。那更加一件成果可以看到，因為呢可以吸引嗰度，因為整個屏東嚟講。我哋講嘅養豬頭數喺全台灣咧第2名啊！係啊，屏東畜豬嘅改道咧前2名。台灣嘅人屏東嘅人口而家82萬人。但係畜豬嘅頭數有120萬頭以上。哇，差唔多一個屏東人有兩頭豬。但是我哋還唔係第1名。第1名嘅係雲林。冇錯，但是其實原來人家咪係做數到講安尼河川污染的危險。原來隔壁嘅彰化，原來嘅附近咪有一條叫東螺溪，同我哋東江係差一點樣嘅。原來都面到講，原來佢用本日嘅畜牧廢水，嗰條流通。那幾條河壩過去等潘嗰度發通，又改前腔，但是後來都因為從我哋見講東江係多多問題一樣。一定都屏東縣政府落嚟看講，真係有個東江係佢從一條河壩提供嘅安槍，那麼一定都嚟處置佢嚟看。我說對縣長對有一個度這個局處所長衝下來，還有一定嘅民間嘅沙灘，他人衝下來，然後本一條河壩變嚟前槍。那又喺我哋嘅第3步驟，但係我哋後來見講用講，又面到講，其實我哋可以在國家進步，變成了我哋有第4個一個行動方案出來。有個 TCA 係算那種嘅方案，係更加 TCA 方案還在研究當中。有個 TCA 方案喺我哋喺研究當中。如果我哋做到第3方案嘅時候，其實我哋同嗰度其他嘅沙特合作，比如講屏科大，我哋共同嚟同學生嘅了解講，到底有條河壩係變咗何做，係有個養豬畜牧廢水排出來。個大部分，那麼我哋應用去改善一個問題。嗰時候呢，我哋同樣就學生嘅經過商討以後，我哋學生嘅分組，分析我哋各鄉鎮，我哋設定嘅一個目標，然後一定與社區同樣就農民開一個說明會。那本日就農民講，那個農民能可以申請一個祖師廟將來可以不能使用。好，我說常常嘅。而家嗰多人植樹，有度農民種嘅有度高樹，有度當緊農作物有度可以去申請利用有度祖師廟嚟做出個片。但是而家我哋對待嘅問題，又喺我哋規劃去處理。都講以鄉下嚟講，而家去從事農業有度人口，係算高老嘅人口。我說一定講唔可以去同頭腦講，我點樣去節省一個成本？因為有可能。20-30年已經習慣了一個慣性農法，或者時間多我都本人噴肥料，時間多我都很用噴農藥，都係咁樣。那麼今日嚟講，有個主事要你去變成你出嚟去操作，你出嚟去操作。嗰時候除非有後生嘅拜6禮拜2日的這個規律天數，嗰時候亦係我哋更加多一啲問題。
所講像頭頭真係講嚟講嘅，嘅主飼料一定要有處理過，當有發到講冇咪絲嘛，那有可能講淋到人這個身上冇咪絲，一定要有懂得講，用辦去處理個好嘅方式咧，後生人過來聽數嘅，再加上人哋協助，當有發到嘛，觀眾朋友，你看，其實啦，要守護一個生態環境係冇簡單嘅哦，要有社區，要有當地人，最重要係講，大家要有一天嘅共識，唔過，真係有一個成果嘅，一個成果係樣板嘅，等一下過來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哇，聽嘅生態哥嘅分享，真是感覺嗰種，假使講一條親澳洲嘅河壩嘅，可以經由人哋嘅努力，本佢恢復到像以前安親腔嘅，真是本人親腔嘅一件事情。不過也當考證，到底會花一多嘅時間呢？生態哥，你頭頭有分享過，像嘅新邊嘅沙崙嘛，沙崙河嘅部分，佢對澳洲到親腔，你差唔多花嘅一久嘅時間啊？其實一段時間，其實我哋做咗3年。那其實有3年地方，經過我哋方式的改變，然後我哋發現到，一直到現在我哋可能係每3年要去做檢測。嗰時不過我哋咧叫起有個河壩路可以保持個強。其實春天人當然挺歡喜，你一定感覺到講，最起碼喺度嘅福建人嘅sản婦唔會有主飼料。唔係處於講，你很曉做嘅嘛，唔係啊，兩種辦法有。也係真是關門險咯，非常明顯的一件事情。嗰時見緊我哋英語講，我哋係咪要在過後嘅方式，來改變，本一就嗰度農民又可以接受，就養豬戶呢，即刻咪可以歡喜講，我嘅一個唔係嘅廢棄物。其實有人愛，其實佢哋咪喺做一件quite好嘅事情，做功德。對，比如講包括對河壩嘅生態嘅貢獻，或者講本一度農民去做水肥嘅使用，其實係因為講你哋呢度本人稱讚啦，本人歐樂，但是點解看到一度養豬戶也需要同樣樣嘅方式去鼓勵。係啊，冇出去，哪有人希望講我出去嘅時間都本人罵咯，講我做嘛嘅我曉做，哎呦，你去曉做嘅請我做咩？唔係啊，每個人都有佢自家會有一個心理嘅平衡啦，係嘛？係啊，其實真係講頭頭分享嘅，佢3年嘅時間，恢復到親腔嘛，係講其實比較好嚟過親腔係安尼。目前嚟看，一件事都改親腔嘅退步。可以下去教水嘅。佢下去教水，目前看入嘅水佢看到大河嘅石頭。嗰時基本上一地方嘅生態，我哋又看到有參嘅規律。比如講，而家河壩以前都嗰度有個枇杷樹，而家看到喺嗰度南洋節嘅。咁啊，參嘅我哋感覺到講，未來當然係有啲可能，因為附近有啲闊，有啲闊。有啲睇闊，那一睇闊地方咩嗰度牛市節有條魚嘅，嗰時參加咩種類有條牛市節有條魚嘅，其實我估到有條河壩嘅地方，因為有限嘅出現嘅，嗰時我哋認為講，其實也喺我哋看到一啲成功嘅案例啦，當然我哋唔好講案例都滿足嘅，我哋目標看到係講同講係整個23條支流地方。希望可以做幾條方面嚟，包括而家我哋去做一個假平台，去年嚟講，包括向公所，因為講假平台已經做到幾強嘅，如果有兩路飄河嘛，嗰度如果其實河壩係做漂嚟漂去漂胖啊漂嚟漂去嗬，因為而家向公所其實嘅假平台成效，除了有吊橋嘅設置以外，再嗰度清水嘅設施，本一度菜地嘅民眾先人呢，可以喺河壩生態呢嚟交水，當然而唔係直接交入嘅假平台水，但是天氣嘛唔會有嗰種臭味。另外呢講有地方醫療可以本嗰陣其實做運動，其實做一啲生態嘅教學，也係我們向公所一定嘛，咁樣用一個態度嚟處理一件事情。那麼今日我哋睇師傅去做多都講，台灣嚟講，一啲後生嘅家人咁樣鼓勵聽書做農。那麼如果水皮嘅時間，我哋講嘅水肥車2年，時間咩啲啊？我說如果用嘅時候
等到迄茶无开始的时阵，嗰个梯溪铺我就拢讲，我哋更加整齐一设一啲，你讲一个早育早早嘅集中嘅地方。如果講一度養豬戶，其實伊哋喺早育早早到第三階段咧，可以排放嘅時陣，如成槍可以去追嚟一個地方集中。做啲倉庫嘅概念。係，那麼我用嘅時陣，一度農戶我用嘅時陣，都唔是講一天我回家嘅時陣，那有法度追。我說要時間我有啲運輸。那麼運輸更加有咩有人願意，比如講有啲學主嘅有啲頭家，有願意講，咁我哋注意啲插隊，組一個車隊。如果將來我有時可以用人神槍，我有啲農民神槍，用嗰些台插嚟追。咁我以前嘅水費車按梯台，我哋嗰度農田嗬，睇差異唔得。我哋更加入去全幾個點嚟設入嘅集中場所。當然啦，你企喺個學主一個大嘅地方，唔好再做成其他地方嘅那個密室。嗰時也喺我哋梯溪鋪去做一啲部分。因為其實你能做一個舒服 SOP， 一步一步來講，首先先幫大家嘅觀念有一個轉變嘛，再來講用實際嘅行動講，來同大家媒合一下，大家有一個主事有需要嘅，也係講其他有可能。供需的一個部分，本大家可以去合作，再來梯溪鋪本既然自家可以用一個方式去投資，講解決前面幾鋪行情解決的事情，用一步一步來，其實大家同真係講安尼分享好來，其實社區啦，有一個民眾嚟講，大部分嘅觀念係可以接受的嘛。你既然講可以改變這個環境，你咧你可能會接受，你哋要讀到講，嗰種觀念硬轉過來嘅反對嘅人。當然也有啦，呢套人講到講，比如講我哋見到食日嘅早育早早日嘅集中場所，我哋講，其實大家又唔係講有個東西將來會出嘛，而唔係必食得幾多卡夫菌。一天咧。嗰時我哋見到前嘅地方都講，喺企喺度嗰度養豬戶之間，冇得去增加講，偏唔到有個密集嘅地方，即係食有個場地，有個路我哋場地都上到。問題，你安尼可以減少它的阻力啦，人工唔會反對。那麼其實我哋當面個重要嘅事情都講，整個本有嘅河壩一條一條支流嚟講一條一條慢慢地被清槍來。不過講到咗嚟我聽到一直問有一個問題，我哋講到污染嘅時節有分下游係最嚴重嘅，中游可能高油但冇咁嚴重，可能上游都更好一些。上中下游有個好嘅分佈，用嚟去區分啊。好，其實也係一個無形的界限啊。那個界限都講，我哋會用我哋咧目主看得到嘅來去分比如講，我哋而家看有個整個河壩嘅伊可能上游一條過4條，過黑。另外都講，如果嗰度菜草頭走出來，有啲我哋講喺上游。那麼上游點解？係大部分人我去河壩了，去教書，佢出入嘅地方。我所以有啲位而家包括東江喺上游嚟講，嗰啲人去嘅比如講去北山、遠通，或者行去河壩嘅，比如講有疫情期間，行喺嗰啲人一太早去求學呢，晨泳，私人嘅游泳池。那中游嚟講，有個石頭嘅結構要開始改變啦。比如講睇石頭開始變少嘅，大部分你看到石頭都從拳頭安尼。多年的頭啦，安睇啲安尼，大家之間，因為人講嘅總油，那總油河壩過發算呢，嗰冇人結嘅，嗰冇人結。那麼總油部分呢，目前我哋嘅發展呢都講，希望可以睇你可以清水。你講一般嘅平地人都可以清水，另外你講有個之間可以撐排可以做獨木舟，係喺嗰度，像人講運通山鋪。行了尤其喺將東江係更加有嘅總有嘢攤其實開到年紀嘅尤其一年咁頭嘅時間，係講到嗰種牛嘅，如果有年期嘅放牧，嗰種牛嘅其實有嘅河壩係濕草，嗰時候你係一啲嘢嗰吸引人嘅一啲牧主嘅一啲地方，又可以看到夕陽那還有一部分呢，有人講整個石頭可能已經看唔到嘅，嘅河壩變化嘅，大行呢主要係泥。河壩很難，那麼水呢要行得咁慢，一直都出海口，有一灘地方呢，目前對我來講，最大的油氣大概都明年，平常日子我可以判給
划龙舟比赛。只有技能咱会摕去划龙舟，无其他人唔会摕去搞水啦。规套嘅当然看到，当然可以钓鱼嘅。也喺整个我哋讲咧，避秦腔以后，我哋未来嘅发展地位，更加初步可以看到嘅。当然我哋系有嗰度我哋嘅理想，按樣去一步一步慢慢地去做一啲實踐啦。就講希望有一日唔單止喺我哋屏東，有可能喺我哋全台灣咧，後擺可以恢復到像老頭白咁樣，每一年都可以下去交流，和親近我哋嘅水，有個最幸福嘅事情。哇，觀眾朋友，等下整體各位分享，大家根本有了解冇？這個福建嘅後擺有了解嗎？冇了解唔怕，本大家有啲概念。最重要係講，認識這個福建嘅後擺，認識其他生態，去關心佢，冇好看到後擺就種水球嘅傾向，標記無礙用事無礙嘅事情，有嘅做唔得到，這個係家鄉，這個係後擺，這個去關心，去舒服佢，總有你人哋可以繼續下去後擺嘅了，係咪啊？你啊，今日再一次感謝陳太講，今日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同分享哦，多謝。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